2026年2月16日，王毅九改不了吃屎。大家好，我係易經人。德國時間2月14日，中共戰狼外交部長王毅喺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嘅中國專場發表演講並回答提問時，對日本發出強烈攻擊，焦點集中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前關於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嘅言論上。王毅攻擊話，高市早苗嘅發言係日本首相戰後80年來首次公開發出嘅狂言，直接挑戰中國嘅國家主權，挑戰台灣已經歸還中國嘅戰後國際秩序，並背棄日本對中國嘅政治承諾。中國當然唔可以答應，14億中國人都唔會答應。佢更指出，日本領導人嘅錯誤言論暴露咗侵略殖民台灣嘅野心未泯，復活軍國主義嘅陰魂不散。對比德國戰後徹底清算納粹，而日本正要繼續參拜供奉甲級戰犯嘅靖國神社，呢個係一切問題嘅根源。王毅妄想將中共入侵台灣變成正義之舉，完全本末倒置，顛倒是非黑白，癲狗王毅一派胡言。王毅九真的改不了吃屎。今次分享到呢度，我係易經人，多謝大家。